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太子道西嘅麒麟閣，介紹呢間尺價平、房大廳大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麒麟閣低層 D 室，實用1292尺，哇，超大呢間，實用率超高。呢度一間房啦，呢度向南嘅，呢個廳都係向南咯。望返太子道西，哇，巨廳巨房，呢度係，呢個係廚房先，呢個廚房，呢度有個好大嘅工人房，你睇下，工人房、工人廁啦，成間水房咁大。呢邊係兩間呢個客廁，哇！呢啲你睇下，普通睡房嘅 size， 大過人哋啲主人房，呢個先係主人房。呢度有個衣帽間，哇！你睇下呢個主人房。呢間連車位置非常之方便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